站门口干嘛呀？怎么不进去？哎呦，我们家领导来了啊！回头再看，回头再看。所以我不能再帮着你了，你得好好的啊，自己给自己加油啊！奥利！我是想啊，在这儿多种点树，以后就当成咱们殡仪馆的树葬试点区。在他的积极倡导下，殡仪馆的树葬试点区终于挂牌了。除了按部就班的推进工作外，他还让我教他剪辑和包装，申请开通了个人账号，开始在网上发布老高的倒计时 vlog。在他的 vlog 里，没有繁复的剪辑、花哨的文案，通常都是一个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瞬间。好嘞，你来帮我收拾。来这干什么？你不记得这个地方啊？咱俩第一次约会的地儿啊，就那个舞厅。我泪星，我爱你。秋日的亲吻，时间好像从小广场不见上消失人之了。身，有几次我们和年轻怎的我么擦肩而说起？过，又有几次我们好像撞上了老朋友。我们一直牵着手，深夜退隐，好像看到了我聊们再也到无法孤独抵达的一散辈子。尽，直到死亡降临，我才发现那些原本我觉得矫情琐碎的表达，那些消磨在生活里已不可多么的深情，谁愿都一下子变得无比珍刹贵那即是和可爱。永恒。命运的风吹散我们好久不见啊，高伟东，矛盾，怎么老成这样？你让我完整，不是我请来的，我不再沉我沦。叫的。我见过你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你没怎么变。我没见过你，可是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你是谁。周末的事儿我想就这么在说定了。以后我知道我的请求可能为封住难你，你的唇。但我不希望他有任何遗憾的离开。他不是还欠你1支5吗？再不还，这辈子你就来不及了。你干不干票？道谢、道爱、道歉，以及终将面对的道别。这4件事儿，就是我永远情愿的主题。怎么样？听到我的遗愿清单，是不是有点失望？既没有什么上天，也没有去什么燃起美琪的，都是我应该去做，却总是忘记了消失。聊到孤独散这尽，样就很好。季节变更，是我的话，岁月飞奔，真爱永恒，何惧征战人生？他让你青春碰上最后一怎么说起？爱的结局。怎能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爱当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我我已经不在了，去另外一个世界。怎么说起？怎能忘记？朋友们，深夜空无，拜拜。不到爱和清楚，在我心底，音乐响起，舞步走近。在我心底，音乐响起，舞步走近。